在英文的语法里面有 progressive tense 的一个表达方式。Progressive tense 在英文里面是一个 be verb， 然后动词 ing。那这样子的概念，在中文来说，我们是利用在加动词来表达，来表示。我们以前学过这个在，但是以前我们学的在后面接的是一个地方 place word， 比如说他在台湾学中文。这个台湾是一个 place word， 一个地点。如果这个在后面接的不是 place word， 而是一个 verb 的话，那么它表达的就是 progressive tense， 表示在一个时间点 time point 的时候，有一个行为发生。比如说现在是早上9点，那我在早上9点的时候到篮球场去，就看到他们在篮球场。我看到他们在篮球场。这个篮球场是 place word， 告诉你在一个地方。那他们在早上9点我过去的时候，9点的时候他们在篮球场上打篮球所以我就说他们早上9点的时候在打篮球，他们现在在打篮球 progressive tense， 他们在打篮球。9点的时候他们在打篮球。 At this moment，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在做这个行为，打篮球这个行为 progressive tense。 所以这个 progressive tense 我们中文就用在加动词，在加动词来表示。现在我们正在讲话，我问 B， 你在做什么？在做是动词，我在做功课。在我们说话的这个时候，这个行为在我们说话的那个时间点发生 progressive tense。 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做什么？现在我和 B 说话，我现在看到有2个人，那我就问 B 说他们在做什么？现在这个时候
他们在骑脚踏车。他们在骑脚踏车。哦，现在他们在做的动作是骑脚踏车，所以就在加动词，在骑脚踏车。你哥哥在做什么？在加动词 progressive tense，他在运动，他在运动 progressive tense。